欢迎觀眾朋友再個轉到節目嘅現場，今日節目幕後嘅單元，我哋對大家紐西蘭入邊嘅攻擊事件來看後背嘅烹飪極端主義對全球嘅影響。今日請到嘅來賓係靜態國關中心嘅教授楊金生教授。教授你好，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教授一開始我想比較好奇嘅是說，像這一次前一陣這個紐西蘭的這個孤狼式的攻擊，我們一般人對紐西蘭印象就是說，這個地方就是可能野生動物比人還多，然後也是一個非常祥和的地方。那為什麼像這次就連極端主義這種攻擊都會在那邊發生呢？我覺得當然紐西蘭就是因為它的移民政策接受了不少這個穆斯林背景的移民，雖然這些總共人口佔起來佔它全國人口大概不1%左右，但是畢竟他們的服飾、他們的宗教信仰、他們聚會的場所啊，這些清真寺，跟原來是一個基督教的文化是有一些差異的。那當然也就成為一些白人主義者啊，這個比較不能夠接受的對象。那其實紐西蘭我們也知道，台灣的移民也不少，我們台灣人去也很多。一般來講，大家都認為這是一個比較和平的社會，蠻安全的社會，但沒想到就是說，會有一些我們講說個人吧，受到過去這麼多年來，就是從2010年以來，不僅是在歐洲或者在美國所興起的這種白人極端主義的影響，所以我們看到這一次的這個兇手，他自己得到的，我們講說這個啟發是來自於什麼？來自包括英國的，包括德國的，包括塞爾維亞啊，然後甚至意大利的這種。當時白人戰爭的這種進行曲啦，這一類的東西都有。那塞爾維亞的，就是很明顯的是一個大屠殺的一個軍人的那種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來到得到很多的資訊啟發，當然也不缺少來自於美國川普總統。所以這一些極端主義的右翼白人至上的這些領導人，他們所講的話，事實上或者他們所代表的東西，那事實上會有很多的追隨者。所以我們看您剛剛意思說，其實這次的攻擊某程度來講，它其實也是對這個就是全球這種難民潮、移民潮的反撲嗎？對，應該是對移民啊，就是有些不滿。當然我們知道嘛，即使就是在美國來講啊，不斷的有數據說，墨西哥的移民犯罪率比美國人本土的人還要低啊，非法移民還要低。然後他們事實上對美國的經濟有很多的貢獻等等。但是今天你要找一個等於是代罪羔羊，對你的政績有什麼地方不滿的時候，或者你也知道這些白人心裡頭是看不順眼這些新的移民的時候，你就把他們當作一個攻擊的目標。所以一旦這個政治人物操弄的一個手法之後，那些搞不清楚真正數據的人，可能就會跟着這個政治人物走，然後做出一些極端的動作，所以我們才會看到，包括在歐洲啊，包括在這個美國特別多，然後包括像這一次在紐西蘭才會有這種行動發生吧。老師，我們看這一次，其實有人說這叫做白人極端主義的一種展現，甚至是一種問題哈。那老師，你認為說，它跟我們的傳統的這種恐懼伊斯蘭這種恐怖主義來比較的話，哪一個比較危險，哪一個比較恐怖？我這樣子看哦，就是說伊斯蘭現在就是說，特別是這個來自於中東南亞啊、北非這一帶的移民，如果到了歐洲，他們有他們的群聚，所以他們的組織可能是會有一些組織性的行動。在美國也是如此啊，如果要有的話，他們像我們講過去911的攻擊，但是因為他們是比較組織性，所以現在他們要取得武器是非常難的。除非他們是自己研發東西帶進去做啊，那否則不是那麼容易的。所以你看，美國從911以後幾乎沒有大規模來自於中東北非在美國進行的這個恐怖攻擊，大部分都是本土的。因為本土的人他們去，我們知道美國槍支大概取得不是那麼難，但是還是有一點點的我們叫做 background check， 就是背景調查。那如果說你前面完全沒有前科的，或者你不是來自於中東地區，你是美國本土的白人，大概基本上取得槍支機會會很大。那美國又有，特別我要提一下，美國在中東，在這個阿富汗這些地區有這麼多的軍事行動，那有很多的美國兵有過這樣的一個經驗。
回来以后，他们对枪支的熟悉程度是非常高的，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们回来之后会很不适应有这种战后症候群，然后对于他们可能重返社会不能够适应，会有一些不满。那这个时候，他们成为最危险的一个，我们讲孤狼型的或者美国本土的恐怖主义。老师，所以说您认为说像这样子的话，我们这种孤狼型的美国的本土这种恐怖主义，它其实对美国的治安也好、社会也好带来的这种威胁性，甚至比伊斯兰极端主义还要大。我觉得比较难预防哦，就是我们讲到说伊斯兰的，你现在在海关，在各地方，就是你购买枪支，这个比较能够就是有一些预防性的这个措施可以采用，但是美国本土的，就是那种不定时炸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所以这个才是我认为说对美国人来讲，这个可能是更危险的。那就是其实也有数据可以佐证说，这几年其实在全球发生这种极端的这种孤狼式的，甚至这种极端的白人主义的发动的攻击，甚至比这个伊斯兰极端主义更多，然后甚至造成死伤人数反而更多。对我们讲就是说，譬如说包括美国嘛，就是前一阵子在这个我们讲就是犹太人的这个会堂啊，也死了好多人，就冲进这个白人主义至上，甚至还有些还带有反犹的情绪哦，所以这个是等于最极端，等于是从德国纳粹这边一路过来。因为你如果今天看外端来讲，所以它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延伸。有些是这样的延伸，就是说它不仅是歧视。譬如说伊斯兰的穆斯林啊，这个信徒，然后穆斯林人，然后穆斯林也歧视这个有肤色的这个人种，比如说来自于非洲，来自于这个中东地区、南亚，但是还歧视这个犹太人的啊。美国长期以来对犹太人就是有一个叫做反犹的这种心态。那因为他们觉得犹太人，譬如说在学校里头占的名额也太多啊，然后在这个专业领域控制了美国的华尔街，控制了美国的法律界等等啊，所以他们会有一些反弹。那这个也一直存在的。那我们反过来看一下这次纽西兰的攻击好了。其实纽西兰攻击它之后，也有一些措施了，包括说他们对这种后续的报道的管制有一些措施。我觉得这另外就是昨天还前天就是有这个。他们终于宣布新的枪支的管制。那在纽西兰要拿到枪支有这么简单吗？以前大概比较容易一些啊。我觉得现在出现这样的，因为你知道，在这种纽西兰、澳洲，甚至美国、加拿大这种地方，他们因为有很多的这种空间啊，所以打猎并不是一个就是打猎还算是个平常的东西。譬如说，我们今天讲说，南韩大概没有人会在这边打猎嘛，台湾还有很多的山区上面，我们原住民有一些打猎，但是基本上很多国家是没有这种打猎的这种当做一个运动。可是像澳洲、纽西兰确实是会有，所以取得枪支不是那么难。但是我认为这一次他们管制枪支，这个是做的算是还不错的啊，就是马上发生马上做。我们看到美国每一次都说要做，都没有做，对不对？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看这个年轻的女总理 Ardern， 她处理事情的时候很简单，第一天她就戴上了这个穆斯林的头巾，表示我跟你们在一起啊。然后呢，就不让这个暴徒、这个凶手啊，或者我们说这个恐怖分子的名字能够出现。从头到尾，他说他想出名，我就是不让你出名。所以你没看到他的名字在纽西兰的报道里头出现，然后他们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也不会造成社会恐慌，因为他只说有多重的人的命案啊，然后没有说是多少人。我们在台湾一定说啊，几个人死，几个人伤，现在分别在什么医院，就专门做这种事情，让大家感觉上更恐惧。他不是。他派了这么多的警察，当时在这个清真寺的附近，然后甚至就是去。因为是发生在白天，所以还去管制这个小学啊，希望小孩子不要受伤，所以这个都是处理得非常的好。那而且第一时间谴责跟这个，譬如说我们讲川普总统
在美国发生这种种族冲突的时候，说哦，两边都有一些好人，大家把他骂死了，然后他就是不肯谴责白人至上。他到现在这次发生以后，他说哦，那个只是少数极端的分子，就是不肯谴责白人至上主义。我觉得这个是纽西兰总理跟川普这个高下立见的地方。那我们再回过来来看，老师，您刚刚提到的川普这次在这个纽西兰的攻击事件之后，他其实好像反正他的言论，等于是两边各打50大板了，然后他也没有特别的针对受害者有所谓的同情言辞，他只说这是一小撮人干出的严重的事情而已。是不是在川普的心目中，其实白人干的事情好像没有像伊斯兰，就像其他的种族干的事情这么的严重？我觉得川普是完全是。要保护他的基本盘他认为这些白人，我们讲说可能有种族歧视、白人至上主义，这些白人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票源，所以他一直要维持这个一个形象，就是说我会照顾你们的利益，然后我不会出卖你们。所以你看他到现在为止，譬如他在过去在竞选期间也不愿意跟3K 党来切割。他有很多的地方，很多的举动都可以看出来，他就是永远是模模糊糊，在这种极端主义、白人至上的这个主义上面，他不愿意表态做谴责。跟欧洲，譬如说我们讲梅克尔或者马克宏，那甚至像澳洲这个阿登总理，他们的非常清楚的态度谴责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其实这种态度对于川普来讲。难道他就不会认为说会对这个整个美国社会，像老师你刚才也提到说，其实因为他的言行会造成会扩张这些激励这些事件的发生？但是他认为就是说这是他的最重要的基本盘。那他上一次选举在中西部几个州赢，就是因为这些基本盘转向了他，这些白人这个教育程度比较低的，然后在这个社会阶层比较低。然后这些白人男性，那在密西根、在威斯康星投了他的票，所以让他在这个选举人团胜利。所以他现在的策略大概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些基本盘维持住。对我可能在美国移民比较多的或比较自由派的，譬如说加州啊、纽约，我不会赢这个选票总的选票，但是我只要在关键的州赢了，那我。普选票输没关系，我选举人票赢了就好。所以他的政策一直也是为了他如何能够计算到可以胜选为最重要的目标吧。可是就像这种，就是对这种其他的族群的担忧啦，或是对白人的这种升高地位的升高的那种感觉，然后像这样的意识形态，他没有办法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吗？我觉得很难所以你看我们看到就是当在川普当选总统之后，很多的白人他们看到非白人的族群，有的时候会讲了很难听的话。我一个朋友在美国，他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他就是跟他的太太在外面，他是美国出生的中文都不太会讲。那然后他太太也是在美国出生，都是华裔的那他们在一个韩国的餐厅外面排队等，大概挡到了路。就被白人的一个中年女性说：“你们为什么不滚回中国？”他们爸爸妈妈两边的爸爸妈妈都来自于台湾，那不管台湾跟中国什么关系，但是你看这个是美国出生的，他们还没有办法接受说这些就是你们美国人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慢慢会让白人我们知道。过去这个200年来，美国是最接纳移民，但是也是对反移民潮最可怕的一个国家。就是从过去19世纪反对爱尔兰人，他们是天主教徒，因为美国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这个西欧、北欧的这些清教徒，然后是德国、英国的后裔比较多苏格兰的，所以他们不能够接受爱尔兰的后裔、意大利的后裔。19世纪末期都被歧视过，然后现在这一批人呢，到了20世纪也歧视亚裔，也歧视拉丁裔，也还是继续歧视非洲裔嘛。好，谢老师，不客气。要是今比上半场的内容，下半场呢继续来关心嘅係亞拜蔡英文總統嘅出訪，還有台灣同南太平洋島國之間邦交係咪穩定，係咪一種全問題？呢個聊後繼續關心。
观众继续转到讨论现场，下半场来关心呀，蔡英文总统该怀用民主之力，还有好手带来该奖项。今晚抢到的是金泰国关中心该杨金生教授。那么下半场呢，我们想来聊一聊这个蔡英文总统这一次的叫海洋民主之旅啊。这是他主要的路线规划是帛琉、诺鲁，然后马绍尔，那最后过境夏威夷回来。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说，过境夏威夷这样的动作，是不是也在宣示某程度来讲，就是宣示我也是过境了美国，然后美方对我台湾方面是很友好。我觉得当然就是说，如果说可以另外过境，也可以过境关岛，不过就等于是有点像我们关岛，有点像说你要到欧洲，先到香港停一下，那这个实在是太近了。哦，你总觉得说，哎，这么快又要下来要换了，还不如先到曼谷再换哦，可能是这样。那可是当然就是最主要还是有宣示这个美国接待过境美国这个意义。当然这个跟拉丁美洲比较不太一样啊，拉丁美洲确实行程很远，你一定要过境美国。那南太呢，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用直飞的方式飞过去的，直来直回嘛，特别是帛琉比较近嘛，啊，那可以不用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为了要强化，就是说我要去过境美国非常重要。那美国也大概也愿意看到我们的总统过境美国到南太，因为我们最近看到就是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庞皮欧啊，在这个帛琉举行的这个。我们讲说密克罗尼西亚的五个国家当中，他们有一个高峰会。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庞贝欧啊，这个美国国务卿就给了一个这个等于算是传真，或者我们讲说他有做了一个讯息吧，就说一个算是致辞啊。那这样的一个致辞到那边的时候，他就说，哎，说你们都是很好的我们美国的伙伴，但不晓得为什么中间加了一段台湾。说台湾也是一个民主啊，和平，所以对你们都是很好。这某方面讲，是不是就像前一阵子当萨尔瓦多断交的时候，我觉得美国那种宣誓一样？真的有这么做哎，我觉得庞皮欧这个动作就非常突兀啊，就是为什么会在这样他们的演说当中，你要可以讲说美国跟他们这些岛国的关系，但为什么忽然加了一个台湾进去？啊，然后还称赞我们的民主，称赞我们的这些，是要帮台湾稳定邦交吗？我觉得有这个意涵啊。然后他说也感谢这些国家啊，跟台湾维持好的关系。那其中4个是台湾的邦交国，那有一个密克罗尼西亚不是啊，但是就是他还是这样子。如果说都是台湾邦交国又不一样，对不对？你说哎，你们都跟台湾维持关系很好，但是其中也有不是的，他照样做这样演说。我觉得他就有这个这样的一个。企图啊，就像你刚刚提到，在中美洲萨尔瓦多断交之后，美国发现哇，原来大陆的势力进入到了中美洲，其实老早进入了。那为什么你都没有觉醒？所以才会想要通过所谓的台北法嘛，台北 Act， 就是说让台湾的邦交国在国际不断能够稳住台湾的邦交国，就假使这些邦交国跟台湾。断交也好，或者是说非邦交国跟台湾降低我们的关系的话，它都会有受到一些惩罚，这可能美国的这个援助会少一些，所以这个是美国现在的态度。那当然，我相信蔡总统这一次过境这些国家，可能也会过境美国，然后到这些国家也会在夏威夷的时候对美国这样的一个支持表示感谢吧。当然，就是蔡英文总统这次这样特别跑一趟3个国家，看到帛琉、诺鲁跟马绍尔。那人家说吉里巴斯是因为时间都不上，那也有人怀疑说，就是其实中国的势力已经慢慢的在伸手这些我们在太平洋的邦交国，像是吉里巴斯，像是最近盛传的所罗门。老师，那你怎么看？就是中国在这个南太平洋的布局，那它的战略意图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这样子看我就觉得说前一次就是蔡总统在2017年出访太平洋岛国的时候，他去了图瓦鲁，去了马绍尔群岛，去了所罗门那这3个，那这一次假使他今天再去了诺鲁去了帛琉，然后吉里巴斯这次也去，那就表示他去了我们6个邦交国都去了。那可是吉里巴斯这次好像讲起来的理由是说，因为他也是这个南太平洋大学的校长名誉上面的校长，要飞到斐济，哇，在最南边就是很远，距离他们很远，要去主持他们毕业典礼还是什么，
所以没有办法来跟蔡总统碰面。那时间上都不拢，那蔡总统又有春季国丧啊，说这个是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如果今天由副总统代表，应该也不是太难的，所以会不会也不失礼嘛？对不对？也不失礼了。那但是就表示说基里巴斯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疑问啊？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最近盛传所罗门群岛，那所罗门群岛最主要是马上就要有选举，那这个选举所罗门群岛就是采取内阁制，像英国一样，所以那个内阁制选出来就是那个更换率是比较快的啊，不，大概它每一次大概都有4成左右的更换率。那所以大家会想说，会不会新选出来的国会，或者甚至新选出来的总理啊，那未来就会跟台湾断交？这是目前的观察。那因为很多所罗门现在不在政府之内的前政府官员很可能会回来嘛，那这些人现在跟中国的关系比较好，而且所罗门群岛是我们在南太当中人口最多的一个，大概等于我们2个行政区了，有将近60万人，将近60万人。那其他我们的基里巴斯大概11万人，其他这个都是2、3万人、几万人，非常少。所以所罗门群岛，他如果要接受大陆的援助，他是可以感受得到。那因为60万人，大陆给的多的话，那可以看。那我们现在照顾这些像诺鲁啊或者图瓦鲁这种1、2万人的，对我们来讲不吃力，而且压力不大，而且我们做的东西，大概对方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到，包括我们给的奖学金、我们的医疗、我们的这个帮援助农技团等等，这些大概都可以看得到。所罗门也不是说看不到，60万你跟600万的这个邦交国或者6000万的邦交国的话，我们没有，当然没有6000万。那你是做任何东西只做到一点点，看起来像是这个大水桶里头的一滴水而已。可是这些岛国应该是看得到，可所罗门的状况不一样，因为它人口多啊，所以它比较能够愿意看到跟大陆互动。那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部分。老师，那你看这个中国大陆的对这个南太平洋战略意图到底什么？这些小国对他来讲，那就是也没有什么资源，我们也什么好交换。所以很奇怪，就是他的一带一路啊。现在也延伸到太平洋，反正它拉丁美洲也是，包括它的北极圈，它都是它的一带一路。它现在一带一路已经不是说只有中亚，全世界到欧洲啊，不是这个经过中东什么都不是，全世界都是它的一带一路。那这些小国我刚刚讲了，如果人口少的，他们大概还会担心跟中国大陆来往会不会受到冲击，譬如说他们会担心我们的人那么少，如果跟大陆建交之后，大陆的人来了，譬如说诺鲁2万人。你来个300人就冲击到他当地的就业了，对不对？就1%了嘛。哎，对，就很多了，超过1%。那而且中国人又很会做生意，那不是把当地的人都会受到伤害嘛？排挤。那但是大一点的国家可能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说，哎，中国来可以帮我做很多基础建设等等。所以这个大概是所罗门现在看到的东西，就是它主要，而且大陆。大概是它大概90%以上的这个外销出口都是到大陆啊，那其中最多的就是木材，所以他会认为说，他跟大陆的互动、经济互动远比我们跟大概所罗门的这个双边贸易占它的这个出口的大概只有1%左右，所以非常的少。所以说，面对这样子大陆的各种，像包括银弹也好、投资也好，包括各种的商机可也好，那这些南太平洋的岛国对我们来讲，相对来讲应该是比较好防守的吧？应该是比较防守，而且更重要，譬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庞培欧的这个谈话哦，这个上个月的谈话，那表示美国也重视，更重要就是澳洲非常重视，因为澳洲之前。我们知道有一阵子比较亲中的，那可是最近跟中国算是比较闹翻了一些。那他们很担心中国大陆在南太的这些行动，所以他们也在帮我们看着这些邦交国，就认为说你一定不要随便动啊。他也提了一个计划嘛，特别来帮我们防守。因为澳洲毕竟还是这些岛国最大的援助国，它等于是宗主国一样。假使我们这样讲，美国啊，拉丁美洲是它的势力范围。法国认为非洲是它的势力范围，当然现在中国比较大了。那澳洲就认为南太这些岛国都是它的势力范围啊，所以它不容大陆在那边染指。老师，最后一点时间呢，我想说，台湾对这些小国、这些岛国来讲，我们的吸引力到底赢在大陆哪边？没有，我觉得我们第一个，我们确实是有南岛文化，所以我们有一些文化上面的连结啊。那然后我们的工位。
对他们帮助很大。我访问过好些这些岛国的这个外交官，他们都认为说，台湾在这些岛国很难生产的蔬菜，改善了他们的食品习惯，所以他们糖尿病很严重，就是吃肉比较多。那现在慢慢开始就是有很多比较平衡的这个饮食，那这个都是对他们医疗团也有进驻，所以慢慢的这些对他们有帮助。但是对于像诺鲁这种国家，过去它靠一些矿藏可以就是说可以输出，结果没想到没有了。那这个是一个大问题。那台湾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面临海洋上升的压力海平面上升压力。我们的邦交国很多可能过几十年之后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可以共同讨论这个气候变迁的议题，这是我们有共同的地方。好，老师谢谢。不客气，老师。